多人都話我哋成日保持笑容，秘訣係因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。早晨啊，今日晨光第一線啊，阿歐揾嚟咗 Rock 何俊樂，早晨啊 Hello， 早晨，大家好啊！喂，點解無端請阿 Rock 上嚟咧？我真係好欣賞你喺社交平台嗰個應對。嗱，話說係咁嘅，即係早排就有一條短片啦，就係賀年短片，你哋公司嘅。咁跟住有啲網民，你知講嘢好尖酸刻薄噶嘛，即係話哦唔識喎。咁我就見到你同埋另一位 artist 朋友阿丁啦，咁你兩個就有留言啦。我係 Rock 啊，你可以認識下我啊。不過我覺得好好嘅一個曲線宣傳，其實唔識。咁你咪去認識我咯，係咪先？可以係咁噶嘛？你睇法係點咧？阿 Rock 哥，阿 Rock 哥，唔好咁講，阿歐哥。因為我覺得其實網民都比較坦白嘅，特別喺網上面，大家唔識邊個咧，大家都唔識大家咧，就比較坦白。咁我又唔介意嘅。咁你唔同我講話，你唔認識我嘅，咁我希望將來有機會你可以認識我，然後欣賞我，會喜歡睇我。即係我當然唔 expect 全世界嘅人都喜歡我啦，但係我會盡我最大努力。演員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。所以我就自我介紹咯，你唔認識我咁睇大家認唔認識我，可能唔聽過個名或者睇過聲網見過我唱歌 I don't know。但係我見到樓下有啲留言都好 nice 嘅，即係提翻大家，其實佢叫阿 Rock 啊，其實嗰個俾心機，其實我知道有一啲係我嘅 fans 嚟嘅，咁就佢有時都會做咗我呢一 part 係去介紹翻我，咁我都好多謝佢哋嘅。係啊，與此同時就係譬如入到嚟港台啦，咁門口我哋叫做石 Q 姐姐度，喂阿樂 hello 咁，即係我有時覺得大台嘅劇集就係有嗰個入屋度啊，即係威力喺度㗎，由始至終都有啦，都真係好想恭喜你嗱，我幫你講咗入圍就等於攞獎嗰啲説話先，我覺得係㗎啦。嗱呢個係飛躍男藝員獎啊嘛，係嘛？冇錯。早一段時間嘅台慶啦入邊，咁我見到你嘅名字，其實都好想送上祝賀㗎啦。阿 Rock 咧就好謙虛啊，永遠冇攞咗先啦。如果真係攞咗先啦，其實都係冇乜機會嘅。即係你講一定係咁講啦，又調翻轉頭，亦都係強者林立啦。你見到呢個獎項入邊，冇錯，咁都好努力嘅。但係亦都見證住過往一年2025年你嘅成績表。其實交到出嚟咯，你有咩點滴或者有咩感謝㗎？其實嗱，首先係本身歐哥就話，喂，你嚟緊頒獎禮，不如嚟上去做訪問啦。咁我話，不如果真係攞獎先啦，或者係咯講啲心得。但係如果冇嘅就唔好啦。咁但係好彩歐哥都話，不如嚟 share 下，因為都覺得值得啊。係啊，即係有提名，即係我唔知提名飛躍，仲有提名男新人啦。而男新呢個獎係個期限係5年內，入行5年內都係新人。咁我覺得喺我最後一年可以入圍到5強，喺個大電視見到個分鏡，見到自己個樣喺度噔喺度等緊自己好緊張嘅模樣咧，已經好開心㗎啦。係啊，我都有去逐一去多謝喺呢一年嚟幫助我嘅人啦，就話我本身諗住自己都有機會攞獎，都有少少信心嘅，冇可能完全冇信心。有信心攞少少獎嘅時候，我會準備有啲説話想同大家講㗎啦。咁但係雖然冇機會講，但係多謝你啊呢一年嘅幫助，特別係其實我一個係當然會多謝公司啦，會多謝珍姐啦，揀我呢個角色啦，都係羅小姐啦。好重要係多謝三太啦，因為佢喺呢段時間係聽我講好多咧，呻好多啦，或者擔心嘅好多，咁我比較騰雞嘅人啦。咁媽咪係點嘅角色？真係可能依家戲裏戲外都係好寵你一個教仔咁樣。即係佢對我係有少少恨鐵不成鋼啦，有時候。咁但係佢有時都驚逼得我太緊，因為佢知我都冇經驗，然後一入到嚟係要擔任一個都比較重要嘅角色係佢嘅仔仔。咁我就當然好驚啦，即係好驚拖累到佢啦。拖累呢樣嘢字喺我心入邊係徘徊咗好耐，好驚拖累到我回家嘅咁多位龍家咁多位啦，又驚拖累到三太啦，驚拖累到可能好多困氣嘅思明啦。咁但係就feel 到呢一個家係真好似個家嘅。喺咁多個對手入邊，大家都好照料我，就算係 camman 導演們都無時無刻咁提我，喂，你小心呢個鏡頭點樣？你點樣可以做得好啲？呢個節目都7年就係8年啦，有佢威力喺度，亦都有嗰個家已經形成咗，每一個係爸爸媽媽都真係，我喺鏡後鏡前都係嗌佢媽咪噶啦，係因為佢真係好錫我。要一個人聽我去呻，聽我去講我嘅擔憂、我嘅顧慮，其實真係唔容易嘅。係開心係每一個人都好似有呢個降龍18掌咁樣，又有好多唔同嘅功夫，咁佢哋灑出嚟嘅時候，最難忘嗰一次係點啊 ？Rock， 你覺得即係最 V 混混或者好似你頭先講話，即係因為大家對戲還對戲，一 on cam 可能大家出嗰個真章係
又我覺得深刻咧就係、有啲動作嘅場景嘅，有一場係阿思明同埋阿三太喺度嗌交啦，跟住我就係調停嘅。咁有好多走位咧，嗰陣時我入咗2-3個月，我完全唔知自己應該可以點樣發揮到戲劇效果嗰種 funny 嘅嘢。咁就三太早一教我咯，咁就一行埋咁樣推開，咁咪住咁樣，即係好多畫面係三太已經喺個腦入邊已經演變咗出嚟，佢已經知道發生咩事，咁就一一同我講。跟住另一樣嘢就係、三太俾咗好好嘅 advice，就係有一集我要扮靚，就係有少少容顏焦慮嘅講。咁三太話：不如你醜樣到極致啦，極致嘅時候咧。加上你都唔介意嘅啦，你都放低咗偶像包袱㗎啦。我話係啊，你話你點樣可以醜樣啊？即係點樣可以我做到盡啊？咁我做到盡嘅時候，我相信觀眾有睇到，即係我為咗呢個角色，我會豁出去。其實我已經好早呢一年已經放低咗我自己偶像包袱。我覺得呢樣嘢唔重要。我覺得既然我都係一個 entertainment 負責 entertainment 嘅人，我覺得 entertain 到大家，同埋入到個角色，俾到大家見到呢個角色嘅多方面。真係咁樣佢先可以成長啊！即係我成日覺得，如果我太早話佢已經開始識女仔，或者開始接管屋企嘅生意，咁其實已經太早，係要大家認識咗阿 Jo。龍舟呢個角色喺呢個戲入邊究竟係點樣樣嘅人？咁慢慢去 build up 咯。我覺得大家開始接受我。你記唔記得我一開始嗰個髮型係一個好奇怪，唔係好醜怪，好薯嘅嗰下有少少自己睇都睇唔慣，同埋我都睇住你由歌唱比賽到入劇組啦。係到上年年尾返屋企人食飯嘅時候，我睇咗1-2集你，我覺得。好成長，即係你好明顯啊！一定係頭段嘅時候，你新手你連 payback 都唔敢睇，同埋好似你每次睇親 payback 自己都做得好衰啊！啲戲好差，即係好牽強。但依家你夠膽少少，即係喺旁邊側側地望都要睇，係咪啊？你可以講多啲。一開波咧係連睇，你睇完你唔覺得有問題，因為你連自己好同唔好你又唔識分，係直到有人喺身邊同你講，即係特別係三太同你講，喂，其實呢個位咧。你唔覺得好唔自然嘅咩？即係你嗰個反應係應該有噶嘛？即係到而家係人哋俾對白，我喺後面係 always in 嗰個戲入邊，我俾嘅所有反應都係 stick with 我自己嘅角色。有一個位咧，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其實三太同埋我其實好多性格應該好相似，因為佢其實好教導我嘅。雖然我喺呢個電視機面前係消失咗7年，到依家先真係出現嘅時候，其實佢好教我哋做人一定要呢個挺身而出，見到唔啱嘅事情一定要出嚟講出口嘅。咁呢啲嘢我都有好好記住咯，因為角色本身一開始已經設定咗嘅嘢。咁係好驚嘅，一開始睇 playback，但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輕輕即係我 suppose 我。唔應該錄㗎啦 OK，但係都會咧去記錄低有啲 moment，我覺得做得好嘅，我會去記低佢，等我自己去翻睇，去重溫，去點樣去做得好啲，去點對鏡頭唔好遮到人哋嘅光。呢個我真係學咗咁耐，我都仲係學習緊嘅，因為有時真係群戲比較多咧，喺一個好狹窄嘅空間，點樣唔好 block 到人哋？點樣可以喺人唔好俾人哋 block 到自己？係一個好大呢個處境嘅係 roll 3部機拍定還是都要冧博㗎？三機已經好好㗎啦，我覺得係幸福嘅。初頭我都唔明3機有咩咁特別啫，3部機咁咪3部機咯。原來3部機係快好多，有時真係over 啦，有啲戲係可能好多動作嘅。咁原來3部機一齊 run 係可以15分鐘搞掂呢場戲，哇 very fast 咁樣。實會有啲媒體朋友問話，哇！依家係做劇㗎咯，阿 Rock 唔唱歌㗎咯，係咪啊？咁咧呢個問題咧，我又挺身而出去答。依家我哋 slasher 嚟㗎嘛，我可以又係靚仔 KOL，又係出 event，又係拍電視。如果公司有啲電影嘅製作，電影都得㗎，係咪先？唱歌更加冇問題啦，即係我最近同一啲髮型師傾偈咧，哇！你哋 TVB artist 個個都識自己化妝同整頭嘅，我話慣咗咯，即係有時真係講起上嚟真係要廠接廠嘅時候就真係自己執。咁我覺得真係好慶幸啦，即係學到好多技能，特別係可能係主持方面啦，有機會主持 J Music 嗰個音樂節目之餘，仲可以演戲，仲可以唱歌，仲可以識得玩綜藝嘅節目，去感受下個綜藝感啊，係一樣點樣嘅事情。但係有啲綜藝做大就好笑啦，又唔係下大就贏晒喎，即係有時娛樂100%有啲係 over 嘅，但係喺嗰個年代喺嗰個效果入邊有幾好搞笑。今年2026年啦，你嘅
演藝道路，幾多時間會分配喺演出同埋做歌方面啊？講真嘅，我都會希望今年可以擺多啲時間落唱歌度嘅。除咗喺 social media 度努力啦，我希望喺我30歲之前可以有多一首歌嘅作品啦。咁我都嗰陣時喺度諗啊，如果我攞到新人獎嘅話，係咪可以再催促下公司幫我出多首歌快啲咧？咁但係anyways 啦，我都會希望大家唔好忘記我係識得唱歌，咁我都好開心嘅，因為我而家都多人識我，咁我都有機會去唔同嘅event 度去唱歌表現自己嘅，咁希望啦，聽到呢個 podcast 嘅朋友啦，係啊喺我嘅公司或者 social media page 可以留多啲言話，快啲幫我 rock 出歌啦！其實佢都係一個識得唱歌嘅人嚟㗎，可以俾多啲機會佢。希望除咗演戲之外，可以唱多啲歌。係啊，雙線走路啦。好啦，嚟到晨光第一線，揀一首你自己嘅作品喺大電波播出嚟，你會揀邊一首呢？而點解要揀呢一首歌呢？Rock DJ， 我想送一首我嘅第一首單曲啦，《無證騎士》啦，因為呢首歌係喺我比賽完之後嘅第一首出嘅歌，俾咗好大力量我嘅，同埋亦都回憶起我細個經歷咗好多嘅挫折，但係我依然都識得企翻起身。喺我呢一年嘅可以提名到新人獎、飛躍進步獎嘅呢一段時間啦，其實我都遇過好多嘅低谷，我都會有自己好惆悵啊！究竟自己做得係咪唔夠好呢？點解可能未必看見到呢？我有一個訪問睇到你，直情想 set 咗一個年期，如果唔得就做翻自己本位嘅工作。咁我好慶幸唔需要咁樣做，因為見到你有2個提名，我估公司都會不斷安排啲新嘅工作俾你做。咁係好 blessing 嘅，即係我真心覺得。我都覺得係嘅，因為都真係有諗過退出嘅，真係好坦白講，有呢個大家庭係 support 住我，同埋令我更加學到更加多嘢。就算我即係呢一刻走出去，我相信我有足夠技能去養活自己啦，係啊，同埋可以帶得更加多嘅歡樂俾大家啦。係，所以送俾大家。為放學慶祝，但你在退縮。受了怎麼的折磨，你竟赤足於街角的你，在我心中痛哭。道理被截曲，越笑越失控。苛刻的胡言亂語，太多不公。這些我也聽過，亦曾風雨怒縱。無航空智能裝甲，無時光機和神盾，但我在這裏共你對抗世界無懼再重，痛快遊歷天空，坎坷為情坎坷，多黑暗亦要磊落走過，誰想卑躬屈膝，我學會不即使這地方太嚴苛，有同途人明了你痛楚，我來營救你，如怒火中燒的那天，我決定救我。或說話太空，或態度冰凍，尖酸的眉頭沒法溝通，他心裏也傷了，無需跟他鬥風。無航空智能裝甲，無時光機和神盾，但我在這裏共你對抗世界無懼再重，痛快遊歷天空，坎坷為情坎坷。
信，已